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返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故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。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？哇，個個都話減息，樓市龍市係咪終於返嚟啦？十大屋苑成交量重上雙位數。啲專家又出嚟派定心丸。今日咧，我哋就睇下究竟今次係真龍定係紙紮龍，順便睇埋啲新樓質素有幾驚喜啦。首先我哋睇翻上個週末嘅數據，十大屋苑錄得11宗成交，比起再上個禮拜嘅9宗，足足升咗2成2啊，重返雙位數喎。聽落係咪好鼓舞人心呢？其中紅磡黃埔花園最威威做咗4單成交，比上個禮拜多3倍。咁太古城都唔弱，做咗3單。創咗近8個週末新高，尺價仲要升咗8.7%，去到15,000蚊一尺。啲分析就話市場氣氛好轉，主要係因為美國就快減息，香港啲銀行又跟住減，啲買家信心翻晒嚟，加上最近冇乜大型新盤，購買力流翻去二手市場。港島有個新盤叫 Woodies，第一輪75伙即日賣晒，證明個個都等住入市。喂，等陣先。即係由9宗變11宗啦，係多咗2單啊！個升幅聽落好勁啊！但係個基數本身都細到可憐。黃埔花園多3倍，即係由1單變4單，係咪真係值得開香檳慶祝呢？定係啲代理同專家終於揾到啲嘢可以打下飛機？我哋唔敢亂講。不過每次個市有少少喐動啲築底回升嘅言論，就會好似雨後春筍咁樣走出嚟，大家睇路啦。好啦，當啲中產同有錢人喺度計緊數，諗緊幾時入市，搏反彈嘅時候，香港有另一班人，佢哋嘅住屋故事就完全係另一個世界。根據最新資料，元朗油博路嘅簡約公屋同埋山貝路嘅同心村過渡性房屋2個項目加埋已經有成9000個基層市民住咗入去。呢啲項目啦，一個由發展商免費借地啊，一個由福利機構營運啦，入邊有齊基本配套啊，交通都算方便啦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形容咧，呢啲地方係居民嘅人生中途驛站啊，人生中途驛站啊，呢個名改得幾有詩意。佢嘅意思就係呢度唔係你嘅終點，只係一個俾你回氣休整一下，再重新出發嘅地方。呢啲項目確實幫到好多基層家庭解決燃眉之急。唔使再捱貴租住劏房，咁但係換個角度諗，點解香港會有咁多家庭咧需要喺呢個中途驛站咧係停留咧？當樓市升跌幾多個百分點成為我哋每日嘅話題時，其實有另一班人，佢哋嘅目標只係想有一個安穩嘅瓦遮頭。呢個就係香港樓市最真實嘅兩面。住過渡性房屋最緊要係有個瓦遮頭，唔好漏水。但係如果你用成千萬買層新樓，以為可以安居樂業，點知返到屋企發現個廁所識得自己生產黃金，你又點睇呢？講緊嘅就係啟德新區嘅 Handy Park， 有業主收樓之後發現個廁所竟然滲漏，牆角仲生晒啲白色結晶體。最精彩嘅係個廁所仲會流出大沙石嘅黃泥水，你冇聽錯，係黃泥水。買層新樓返嚟唔係嘆世界。係要做水質化驗，睇下啲水可唔可以飲。據了解，唔少業主都向管理處同發展商投訴，但係問題似乎未完全解決。發展商就話3年保固期內會負責維修，管理處亦都好貼心咁派人洗水箱，但係業主就慘啊，日日對住個識得嘔泥沙嘅廁所，真係欲哭無淚。啟德喎，政府銳意發展嘅核心商業區喎，點知啲新樓質素係咁？呢件事真係完美演繹咗咩叫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嗰啲諗住買新樓一步到位嘅朋友，睇嚟除咗要準備首期，仲要準備定一筆錢做執樓，同埋鍛鍊好自己嘅 EQ 先得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。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